后案例会增加，对啊，就如果好，挺简单的。非常钦佩我们彰化基督教医院和我们彰化地检署彰化地院呢，大家合办这个彰化地区的这个依法论坛这个呢可以讲呢，对民众来说呢是一种保障，就是目的呢都是要探讨呢这个民众，尤其是病人跟医生的这个关系。依法论坛呢，那目的呢就是在医师呢执行医疗过程之中呢，哪些东西呢要让民众能够知道，取得他的同意，然后我再来这个执行这个医疗的这个措施，让民众知道我这个开刀。我这样一个措施呢，我风险有多少？我愿意来承担，那医生呢也愿意来做这样呢，将来就不会纠纷的发生。谢谢依法论坛法界跟医界也跟民众呢搭起这个我们的沟通的桥梁，谢谢。我们在依法有很多的面向能够帮助协助我们的会众我们的群众。而且能够让我们的这些群众也得到很好的照顾那我们彰化基督教医院在年底的时候，我们也投资将近快100亿也比较被 K 这类直指医院，而且癌症医院，我们盖下去的时候可能是中部最大的那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在这个部分，在那个对群众的照顾这是因为我们基督教医院我们是一个公益性的一个医院我们传爱，希望呢我们通过我们大家那个医师医护人员每一个人的努力能够在医学上面的进步我们的整个的医院也有一个共识。随着这个医疗资讯越来越对称，民众的权利越高的时候最麻烦就是大家几个就不太喜欢走这个像我们这个外科系的就风险高的都不做第二个他会做过度的防卫性医疗第三个他会选简单的病例做尽量不要有问题的。那所以我想这个执行统一大概是相当的重要。最终我想它是会创造怎么样？第一个受益最大的是民众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法界跟理界再就是到达社会要有一个怎么样和谐所以我常常讲事宜当这个大家都能够很和谐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就会一直进步。